透過我哋發揮香港聯通世界呢一個超級中介作用方面咧，打造香港咧係為亞洲自願性碳交易市場咧係要有一個嘅標準嘅。咁我哋工作報告度咧都提到咧，成日好強調咧要加快呢個綠色低碳經濟，要積極去推進呢個碳中和。咁喺擴大全國碳交易排放權呢個市場方面咧，我哋其實個覆蓋範圍一定要擴大。咁有關一啲碳排放嘅統計啦、管理體系啦、認證制度啦，甚至我哋點樣去應對啲綠色嘅貿易壁壘啦，咁又加快一啲新能源基建等等咧，呢啲一籃子嘅重大工程咧，其實國家亦都好積極喺度做緊啲相關嘅工作。咁所以咧，我認為咧，即係香港一定要發揮獨特嘅優勢咧，喺呢個碳交易市場上面咧，係幫助我哋咧國內企業出海，促進呢個公平貿易，甚至乎咧可以成為全球離岸人民幣碳定價嘅一個中心。咁我哋當務之急咧，一定要發展一套咧係國際互認嘅一個碳交易嘅機制，去幫助我哋咧係引入一啲嘅綠色資本啦，亦都幫助內地嘅一個碳信用咧係走出去嘅。